再来看，伫中华大川乡呢，昨暗时发生一件真怪奇的车祸。这是一个姓黄的富人人，伊骑奥多摆经过东美路的时阵，唔知影啥原因，规个人呢是安尼倒头栽卡伫圳高的树仔顶。警消赶到现场的时阵，这人心脏已经停去，落尾也是救无回来。圳高边仔的树仔顶有一位负责人，就安尼倒头栽卡伫咧顶悬。8日暗时6点外，伫中华大川乡东美路甲山骹路79巷附近，一位姓黄的负责人骑奥多摆经过遮，毋知影什么原因，先家己去弄到路边的树仔，规个人才阁倒头栽卡伫咧圳高边的树仔顶。黄姓女子骑乘一部普通重机车沿东美路北往南方向行驶，行经事故地点时发生自撞路树后，黄女跌落锅具旁的树上。警消接到报案，出动2台消防车、1台救护车，甲6个消防人员赶去现场处理，利用吊钩仔救人。但是这位负责人伤势严重，人已经乌卡，遂送去病院急救。那我们到达之后，马上利用轨道车吊臂，那将人下放，并用三角巾吊带及男士担架，那将稳固，然后再拉上岸。然后再交由救护车送医。到院时成为欧卡状态。那经急救回来之后，经检查发现有脾脏破裂，还有左侧的6到12根的肋骨骨折，以及血胸，另外还有左大腿的开放性骨折。这位受伤的负责人先送去关林基督教病院急救，才搁转移去中基，但是因为伤势伤过严重，人嘛是救无回来。详细车祸原因，还搁需要等待警方调查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